歲序更迭，天地有節。丙午雙火相聚，藉此天官賜福吉日，借天地旺盛火勢，殊勝契機，開啟法會，點燃丙午鴻運。天賦關乎先天福報、功德積累；地賦關乎正財事業、財富根基；水賦關乎人際機緣、偏財運勢。三庫充盈則人生順遂，福祿相隨；三庫空虛則財運起伏，人緣疏離。通過向三官大帝賜福，三庫圓滿，化天地水三庫為善信福祿財源，強基固本；化天地水錢為三庫能量護持。在正月15之際，通過天地水三元奠定財富根基，擴充財源，令火旺之年更加順遂如願。玉霞閣以百年發脈為橋，天賦者啟心保福祿，地賦者正業開財富，水賦者通契接財源。